讲话你们。就不要讲的时候，让我们掌声欢迎一下来自台东县独立部落的秦两豹，拍手下。挥手下来，可不。2个就代表下了。我们是杜丽拉迁徙的，明天要去巴尔这样。因为明天跟后天是全国原住民运动会嘛，我们是刚好是巴尔代表队啊，刚好我就迷路就来这边的，然后等下会去适应场地。明天大家早上有空可以来看一下。明天刚好是那个全世界万众瞩目的一个运动比赛的台湾原住民运动会。同时国内就出动68台的现场 ING 的直播车了。对，这个从兰屿调了2台过来。有一台不能过海关，因为它有辐射线。你说干嘛把望远镜装在飞鱼身上？干嘛？真的飞鱼？要飞很累的。为了要开帆船嘛。从此之后，他们的飞鱼都会自动学会了蝶式。本来就会。在讲什么？好了，我们就随随便便带来第2首。这首歌是我们坊间呐，台东坊间啊，不是房间睡觉的坊间那个土方法，就是流传的一些歌曲。那作词作曲不知道是谁啊，好像很好听。这首歌叫做《女孩的眼神》，希望大家听了会有女孩的眼神的感觉。眼神的感觉，解释一下是什么感觉吗？就是他想要的感觉。对了。哦，没有来彩排有差的。真的。今天很多歌是关于女孩子的歌，不是女孩啊，姑娘啊，小妹啊，小妹都是女孩子辈的。对，妈妈啊，老一也是唱母的啊。因为老一明天也要参加全国原住民运动会。是啊，女子组。比惧高症项目。好了。好，第2首再来是《女孩的眼神》。女孩的眼神。太多人了。好，谢谢。女孩的眼神，对哈，没有歌词。没有歌词了。这首歌没有歌词。OK， 为大家带来《女孩的眼神》，谢谢。恰似会勾人的眼神，总是在我脑海漂浮移动。问女孩，你为何都不在乎我的多情？你是否看得出？流入淡淡光芒，女孩眼神梦幻一般。我好想告诉你，我的心终于告诉你，你是多令人着迷。挥手一下好不好？哎呀，趁这个时候解除尴尬的状况。这是以前高中最流行的歌呢。买4买5还有送摇手呢，不简单。女孩，你为何不在乎？总是在我脑海漂浮移动。在乎我的多情，你是否看得出？
是多令人着迷。女孩的眼神勾勒出许多美好的回忆。女孩的眼神，我一直听到不一样的调。